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平安今天的共读，请松辉长老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恩典够用，因为我们相信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又长进又喜乐，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生命的亮光，得着前进的力量。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天晚上的圣经共读交在你的手中，主要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去行，讨你的喜悦。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昨天读的是历代志上的第15章整章和16章的前3节，讲到的是大卫聚集利未人第二次来迎接约柜。那这个迎接约柜事件呢，是在历代志上的13章第1节开始到16章的结束，所以横跨了13、14、15、16四章的篇幅，那比撒母耳记记载的更加的详细。那大卫迎接约柜，预备了利未人，还有祭司，还有这些领袖，并且大卫也加上了各样的乐器的敬拜，还有诗班，然后以及献祭。好，那把这个上主在摩西的迎接这个扛抬约柜的要求呢，更加升级。那也在这个约柜的面前跳舞，这些都是上帝没有要求，但是大卫他都为了上帝而做，而他也真的是得到上帝的喜悦。即便他回到家中，没有被他的太太所看重，那但是上帝仍然与这个大卫同在。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的是第16章之后，16章之后，大卫他把约柜安置在耶路撒冷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里面的细节，继续再做一个完整的交代，包括利未人除了迎接约柜到耶路撒冷之后，那大卫也安排了利未人继续在约柜的前面用音乐、乐器、歌唱来侍奉上帝的约柜，而今天我们会读到的主要的篇幅就是在看到3首的诗篇，那是不是大卫写的，或是这些亚萨写的？那在这些诗篇当中都有可能，但是可以看见是当时迎接约柜的诗篇就被记载在旧约当中，那可以来做对照。那还有就是看到在这个诗篇当中，大卫他用这个亚萨成为和亚萨的弟兄成为主要的歌颂的同工，那本来是希曼，那从这个约柜迎接进来之后成为亚萨。那这3首的这首诗歌可以分成来自3个诗篇哦。好，第一段是来自于诗篇的105篇1到15节，是呼吁以色列人要歌颂神，这是我们今天的8到22节。而第二首是来自诗篇的96篇，呼吁全人类都要颂赞神，是今天的23节到33节。第三首是来自于105篇之后的106篇，最前面和后面的47、48节。神是应当称颂的，并且要以赞美神为夸胜。那也是在历代志上的16章的最后一段，所以是3首诗合并起来，在历代志的作者刻意的编辑安排，也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诗篇当中有几首诗就是迎接约柜时所写的诗篇。那在这一章的最后呢，提到一件事情，是撒母耳记没有提到，就是大卫他把约柜迎接到了耶路撒冷，可是摩西的会幕还停留在本来在示罗，那后来从这边交代是在基遍的丘坛基遍的丘坛。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上帝命令摩西的会幕在西乃山颁布之后，就在旷野搭建起来。而这个会幕呢，一直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那一直到了士师的时期，士师的末期，这个约柜被掳走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会幕还在示罗。但是后来约柜被掳走之后，约柜就去到了非利士，然后以革伦，然后亚实土这些的城镇，最后停留在基列耶琳，经历了扫罗40年，大卫有7年半，还有在基列耶琳，在扫罗之前就已经停留了20年。
所以可能长达70年。后来去到了俄别以东的家中，因为在基顿这个乌撒的事件，还有这个牛尸体的事件，那后来照我们昨天读的约柜终于被迎接回来进入到耶路撒冷，那应该是约柜第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是约柜的部分，但是摩西的会幕其他的部分这个灯台啊、香坛啊、香炉啊，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一些呢，还本来从示罗，后来在扫罗的年间，因为扫罗杀了挪伯的众祭司，那时候会幕已经到了挪伯，那后来今天的经文有交代，那就是会幕在基遍的丘坛了。好，那所以从挪伯怎么移到基遍的，好，那没有还不是很清楚。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登基之后，好，他是去基遍跟上帝来祷告。那但是约柜呢，却是在耶路撒冷哦。好，所以所罗门要祷告，好，仍然要去到基遍。好，基遍我们之前有提过，好，就是约书亚记，太阳停留在基遍，月亮停留在亚比。什么亚好的这个地方，好，然后后来一直到所罗门的第11年，耶路撒冷圣殿建完之后，好，那这个约柜和会幕才整个整并完成。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好，16章，我们要从第4节，好，首先来读到第7节，那请松辉长老带领我们来读。第16章第4节，大卫指派一些利未人在约柜前面领导人民唱歌，颂赞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亚萨是队长，撒加利亚是副队长，亚薛是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和耶利弹竖琴，亚瑟打挠拔。2个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按时在约柜前面吹号。这是大卫第一次指派亚萨和他的利未同胞负责歌唱来赞美上主。好，那在这边，大卫就是派约柜已经迎接完，而且大卫也回到家中，祝福他的妻子、儿女还有家人。好，那甚至呢，这里也讲到大卫，昨天我们就这个前面有提到，大卫也祝福人民，并且分发食物给所有的人民啊，还得到1个饼、1块烤肉、一些葡萄干。好，可见这些的祭物和准备是非常的丰富。那大卫呢，继续派利未人在约柜前面带领人民唱歌、颂赞、敬拜。虽然这个都不是在摩西的出埃及记的要求、规矩、条例当中，但是大卫他也不怕去冒犯或得罪，因为他有做过检讨，他有失败过，而他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而这里提到亚萨成为队长，在这个我们之前读到的历代志上第6章呢，本来队长是希曼，他是第一班的领袖，亚萨是第2班的领袖，那后面第3班领袖是以探，好，那但是呢，到了约柜进来之后呢，那这个亚萨呢变成第一班的队长领袖。那这里也提到这些人，好，队长、副队长还有其他的队员。那这里也出现俄别以东，然后弹竖琴、打劳拔，好，然后还有2个祭司，他们都在约柜前面来吹号。所以大卫把这个约柜在耶路撒冷的服饰呢，好，提升到除了还要约柜，好，虽然没有有祭司有利未人，但是虽然没有献祭，没有会幕，但是大卫是用音乐，用敬拜，用赞美，用歌唱，来这个进入上帝的荣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读这3首的诗篇，好，整合起来。好，那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诗篇好，从这个第8节来读到22节。第8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歌唱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帝的仆人雅各的后裔啊，他所拣选以色列的子孙啊，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
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他是上主，是我们的上帝，他的权威遍及全地。你们要永远信守他的约，他的应许达到千代。你们要信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上主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到22节，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作为你自己的产业。”上帝子民的人数有限，在迦南地寄居。他们从一地漂流到另一地，从一国流浪到另一国。但上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他们。为了他们的缘故，他警告君王，他说：“不可为难我所拣选的仆人，不要伤害我的先知。”好，谢谢。好，那这一段诗篇，这首歌的前半段是来自于诗篇的105篇。那在诗篇的105篇里面，我用和合本，我们可以看到，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向他歌颂，述说他一些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好像找到了一个亲近上帝的办法，就是不是透过用利未人的身份，不是用祭司的身份、亚伦后代的身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心灵和诚实，用敬拜和赞美，用歌颂，用乐器，然后来称颂神的名呢，就能够来到上帝的这个约柜前面。因为那时候约柜是没有被会幕遮盖起来，也没有那个布幔，也没有那个圣所，也没有那个至圣所，所以他派这些利未人，好，那就是我们等一下最后面会读到，他们是天天好昼夜在约柜的面前这样侍奉。所以大卫留下这首诗篇，好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只要我们是守节心清，只要我们是以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那这一首诗篇里面呢，那在105篇就有对应的，就是历代志上16章的8到22节。好，那做了一个对照，所以这首诗篇里面大概横跨500年，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雅各，然后讲到了以撒，讲到了进入迦南地，讲到了这些历史。当时他们这个雅各的后代只有70个人，然后从迦南地到外邦就是埃及地，但是上帝却在这首当中，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这个400年到500年，400多年的当中呢，上帝说一句话说：“不可伤害我的受膏者，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这一首是来自于这个22节，不可为难我所拣选的仆人，不要伤害我的先知。所以大卫用这首诗篇，就是在见证这个原来诗篇里面的这个受膏者，指的是指这一些的君王，还有祭司，包括先知。那在旧约当中，原来指的是指这些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上帝所使用、所拣选的仆人，上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他们。为了他们的缘故，上帝警告世界上的君王，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使用的，不可为难。所以我们昨天有读到这个在历代志上15章，大卫他当上以色列王之后的第一场战争，似乎是被非利士人所迫，必须非利士人来讨战。而大卫他用2次祷告求告神的方式，然后上帝告诉他说，听见桑树上有树梢有脚步的声音，就可以出去迎敌等等，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带头在带领。好，那么再看第二段的诗篇，从23节读到33节，是来自于诗篇96篇23到33。第23节，耕地要歌颂上主，要天天传报他拯救的佳音，要向万国宣扬他的荣耀，要向万民述说他伟大的作为。上主至大，应该大受颂赞，他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但上主创造了诸天，光荣威严环绕着他，大能喜乐充满他的殿宇。地上万民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他的荣耀和大能力，要颂赞上主荣耀的名，要携带供物到他面前。当上主显圣的时候，
要俯伏敬拜，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大地坚立不会动摇。欢要吧，大地和天空，要向万国宣布上主掌权。呼喊吧，海洋和其中的生物，欢乐吧，田园和其中的产物。那时候，林中的树木要欢呼，因为上主来治理普天下。好，感谢。那在前面呢，这些上帝的仆人、受膏者，他们都有跟上帝立约啊。好，所以在上一首诗篇当中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就是神的约、所立的约、永久的条例、永久的约。所以要成为上帝的受膏者或是仆人，好，那就是要知道明白上帝的话，才能够遵守上帝所我们立定的约。那第二首诗篇来自于96篇，96篇这首诗篇。是在呼吁，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受膏者仆人的后裔后代，而是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好，然后天天传扬他的救恩。那所以这也是大卫正在做的，他就是每一天向耶和华歌唱，每一天称颂他的名，每一天借着敬拜赞美歌唱颂赞献祭，在传扬上帝的拯救，怎么样拣选这个以色列人好到拣选大卫的家族。那而且这首诗篇96篇并不长，但是里面有讲到上帝他所行的荣耀，诸天列国述说他的荣耀，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啊，这是我们很熟的这一句。那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好，那也讲到有尊荣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华美在他圣所。那这个圣所指的不是指约柜，指的是指会幕。好，但无论如何呢，都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所以大卫他经历，他体认到上帝一切的荣耀是来自于上帝，一切的能力也是来自于上帝。他有这样的荣耀，能够当上全以色列的王；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治理12个支派，这么辽远辽阔的地方，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也要把这样的荣耀能力再归还，加倍归给上帝。所以这是一首改革中非常喜欢诗，就是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公物进来他的院宇，当敬拜神。好，然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啊。好，那这里到第10节，好，这里有说耶和华作王了，世界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那这也是大卫的心境，他现在在以色列作王了，他这个王位到底能不能够坚定，会不会被动摇，会不会被篡位，会不会被攻打，会不会被掳掠烧杀。好，但是呢，他知道要依靠上帝。所以当上帝来治理这个国家，就天欢喜，地快乐，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澎湃，田和其中所有都欢乐。连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上帝来了，要审判全地，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审判万民。所以这首诗篇在呈现的就是大卫他治理这个国家的理念，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和憧憬，就是能够用上帝的同在来治理这个国家。觉得也是我们治理家庭、治理教会、治理我们的事业，都要先像亚伯拉罕一样，足坛献祭，在这个地方称颂上帝的名，欢迎上帝的同在，上帝就会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所行的事上，他就会赐福给我们。好，那么再看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是来自于诗篇106篇，是34节到36节。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向他说：上帝，我们的救主啊，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好让我们感谢你，称颂你的圣名。要称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要永远赞美他。接着人民同声回应说：阿们。他们都颂赞上主。好，谢谢。那105篇、106篇，好，那在诗篇当中可能是一首诗，好，但因为106篇比较长好，而且他在这边就直接列出了106篇的第1节、34节，好，是106篇的第1节。
然后35、36节呢是106篇的最后2节，47、48节。所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好，所以不论如何，上帝永远是对的，所以要感谢他，好，因为他是至善，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好，然后这么长的诗篇当中，好，又再次讲到过去的历史，讲到了摩西，讲到这些摩西利未人曾经也叛逆的事情，然后又讲到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拜偶像，好，在民数记当中，好，他们进入迦南地，好，怎么样沾染了这些污秽，好，但是呢，好，当上帝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上帝就眷顾他们，照顾他们，好，并且上帝纪念自己的约，所以用这个结论，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一直与他们同在，因为这些上帝的受膏者仆人不断的谨守上帝的话，抓住上帝的约，所以上帝就照他丰盛的慈爱，不断的改变心意啊，好，就是不断的愿意再一次的赦免他们的罪，得怜悯。所以当他们更认识上帝之后，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的金句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列国中召集我们好颂扬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啊。这个赞美为夸胜，就像是约书亚率领祭司过了约旦河，要去绕耶利哥城。他们不是以自己的荣耀，以自己的能力，是以对上帝的赞美，也不是赞美自己，不是赞美人，不是在赞美巴力、赞美偶像，而是赞美耶和华，就是赞美神啊。所以这个赞美的大能、赞美的力量呢，是大卫他深深所体会到的。那在大卫之前呢，没有人可以做到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像大卫这么样子的淋漓尽致啊，就是像大卫这样子疯狂的赞美，就从我们昨天看他如何跳舞这件事情当中，他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所以在这个诗篇的最后呢，是用一个全体百姓都说阿们、哈利路亚。那这个106篇结束，也是诗篇第4卷的结束。那107篇就进入了诗篇的第5卷了。诗篇总共有5卷。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是从37节到43节，讲到了约柜和会幕的事情。37节，大卫王派亚萨和他的同胞利未人，在安放约柜的地方主持礼拜事宜，他们要天天在那里供职。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和他本族有68人被派协助他们。何萨和俄别以东是守门的队长，但是祭司撒都和其他祭司在七遍的敬拜场所主持敬拜上主的事。每天早晚，他们要照着上主给以色列人的法律书上所写的，在祭坛上献烧化祭。跟他们一起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特别被挑选出来，向上主歌唱，颂赞上主永恒的慈爱。希曼和耶杜顿也负责号筒、毛拔和其他的乐器，这些乐器是唱赞美诗时吹奏的。耶杜顿的子孙负责守门的事。后来所有的人民都回家去，大卫也回去跟家人同住一段时间。好，谢谢。那这里讲到约柜的整个安排好妥当，然后大卫用了诗篇当中的诗，好，那不管是谁写的，但是他就请这个以亚萨当做队长，然后带着其他的队员诗班，然后来颂赞。接下来就是他们例行公事啊，他们要继续在这个约柜的地方主持礼拜的事宜，好，那他就是指敬拜或是供奉献祭，然后天天在那里供职啊，所以这个亚萨呢，他虽然是不是在会幕当中，是在约柜前面，但是他就像是在会幕一样，天天供职。然后这里出现了俄别以东，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啊，那我们昨天看到的，在历代志讲的这个俄别以东是加特人。但是呢，这里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这个俄别以东是耶杜顿的儿子。好，那这耶杜顿是谁呢？在历代志上第9章就已经出现他了，他就是利未人的后代，就是当初3个希曼、亚萨、
耶杜顿就这3个人，希曼最年轻在中间，右边是亚萨，左边是耶杜顿，就是3个在这个敬拜团当中的重要领袖。那这个俄别以东呢，如果就是这个耶杜顿的儿子，那他就是大有来头。那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利未人的服侍的同工啊。但是这里讲到俄别以东和他本族有68人被派来协助他们，就是亚萨和这些利未人在约柜前面的事情。好，那讲到何萨俄别以东是守门的队长，那所以这个俄别以东到底是同一个还是不同个？好，那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工具去搜寻。好，是俄别以东的记载，从撒母耳记下第6章，好，这里有讲到俄别以东，接下来就讲到历代志上的13章，俄别以东3个月，然后今天的15章讲到俄别以东，好，守门，而且是耶杜顿的儿子，然后历代志上的16章，好，又讲到了俄别以东，然后26章又讲到俄别以东，好，然后到历代志下的25章，好，这已经过了100年后，又讲到了俄别以东哦。好，那可见呢，这个俄别以东并没有很多个。至少撒母耳记下跟历代志上在讲的俄别以东都是同一人，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大胆的，就是把这个俄别以东通通把它整合起来，就是他又是加特人，他又是利未人，他的老爸叫做耶杜顿，这个耶杜顿就是大有来头，而且这个俄别以东他又会乐器，而且他又生了8个儿子，然后他有62个子孙，然后他还有做这个圣殿的门口的守卫，不是圣殿，应该说是约柜门口的守卫，大卫的帐幕，好，这个门口的守卫。所以这个俄别以东呢，好，那他因为做这些的服事呢，好，上帝也赐福他。好，那么因为后面还讲到他，好，所以今天就先介绍他到这里。那另外一个叫祭司撒都啊，好，那这个撒都呢，好，也是在圣经当中好非常频繁的出现。从撒母耳记下呢，亚希图的儿子，好，然后第15章就是撒都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就是这个撒都。好，然后在撒母耳记的17章、18章，好，都是在讲这个撒都的事情呢。然后到列王记，好，是撒都的祭司，好，然后这个列王记，好，讲的就是大卫之后到所罗门，好，所以也是同一个撒都，好，然后呢，这个撒都的故事到列王记，到历代志呢，亚希图生撒都，所以撒都的族谱好也在历代志出现，好，然后第9章。这个撒都的儿子，然后再讲到这个勇士当中有叫撒都，这应该是不同的人啊，这是打战的撒都。好，那我们今天读到的是15章，好，招来的祭司撒都啊，好，所以是个亚伦的后裔，好，撒都，所以这个撒都他在圣经当中出现很多次，好，那和其他的祭司都在基遍主的敬拜场所主持敬拜上主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约柜在哪里？耶路撒冷，但是会幕在哪里了？在基遍啊，好，因为本来在示罗，后来去过了挪伯，后来又来到了这个基遍。基遍好，就是太阳停住的地方，好，月亮停住的地方叫亚亚伦，好，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好，那所以约柜在耶路撒冷，基遍在北边，好，在北边的对不起，会幕在北边的基遍。好，所以大卫就把利未人分2批，一批呢就是以这个亚萨为主，好，然后以音乐乐器歌唱，好，然后在那边在约柜面前的服侍。另外一批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好，派到北边去，然后按照摩西的要求，好，做这个献祭会幕服侍，好，做陈设饼啊，然后灯台啊，然后要点油啊，要做橄榄油啊，好，等等这一些的事情。好，那这里讲到40节，每一天早晚，好，约柜那边耶路撒冷也是这样，每天，好，那在基遍那边也是每天，他们要照着上主给以色列的法律书，好，就是这个从出埃及记开始，民数记、利未记，好，等等所要求的，在祭坛上献烧化祭。然后跟这些撒都祭司一起的，还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特别被挑选出来，向上主歌唱、颂赞上主永恒的慈爱。好，那这个俄别以东的爸爸叫耶杜顿，那这个耶杜顿会是俄别以东的爸爸吗？好，就不太清楚了。好，但是这个希曼、耶杜顿也负责号筒、劳拔，还有其他的乐器。
这些乐器是唱赞美诗时吹奏的。那耶杜顿的子孙，包括其中一个叫俄别以东，负责守门的事情了。好，所以其实这里在讲2批人在2个地方。那最后一节，所有的人都回去，大卫也回去跟家人同住一段时间。好，和本翻译是说，大卫呢他就回去为家人祝福啊，为家人祝福。好，那这家人其实在讲的也包括他的大老婆原配，好，就是米甲，还有大卫在希伯伦就已经生了6个儿子，到了耶路撒冷又开始生了10个。中间有3个，然后还有10个，有19个儿子。好，所以大卫他的妻子儿子们，好，这就是大卫迎接约柜的故事。好，就到16章来结束。好，所以从13章开始到16章，好，这4章当中呢，让我们可以不同的角度，好，更仔细的用放大镜来看大卫他如何的迎接约柜。否则如果我们只有读撒母耳记下，好，大概刷一下就过去。但是因为我们读了历代志，然后有这些的人名，有这些的族谱，有这些人的背景资料，我们可以交叉比对，大概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好，那牧师所说的也不见得全部都正确，好，那也没有办法完全100%的都准确。好，但是我们只是画一个大概，就是大卫他如何的用心来预备。好，那我们明天17章会继续看到大卫把约柜set up 好之后，好，那大卫下一个想要为上帝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明天再继续分享。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并不怕破坏摩西的规矩，反而他把摩西的法律、摩西的律例和典章，能够更加的凸显他对上帝的爱、敬拜还有服侍。以至于上帝也喜悦大卫这样子的心不论大卫要在约柜面前跳舞，或是要派诗班用歌唱、用音乐的方式来献祭，那上帝都喜悦大卫所做的一切。因为当人跟上帝的关系正确，所做的事情都会蒙福；但人跟上帝的关系错误，所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得着上帝的喜悦。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借着圣灵，借着圣灵为我们的祷告和说不出的叹息，让我们知道如何更加的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辛苦了。平安，谢谢。平安。